啦，Kathy，今日咧想教大家咧勾呢一款咧檸檬鎖匙扣。咁我哋咧可以用細線嚟勾耳環。用到嘅材料有線、棉花、鎖匙扣。用到工具有勾針、鉸剪、縫衣針。而家開始勾織示範。環形起，勾第一行，將支勾針都由呢個入針位入邊翹線拉返出嚟，翹線拉個勾針上面一針，就喺呢個入針位勾6針短針。第一針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6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我哋斜緊線頭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一行勾好，我哋隔開走第二行，紗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就喺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喺呢一行勾6針短針。6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有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二行勾好，我哋將織片轉過嚟正面呢邊，勾第三行，勾6針短針，紗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就喺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6針短針。6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三行勾好，我哋隔開走第四行，紗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勾2針短針，就喺下一個入針位勾2針短針，就喺下一個入針位勾2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6組2針短針。第四組、第五組、第六組，6組2針短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四行勾好，我哋隔開走第五行，紗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就喺下一個入針位勾2針短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隔開走第二組單元，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勾2針短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6組單元。第三組、第四組、第五組、第六組，6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五行勾好，我哋隔開抽第六行，紗針鎖針當起立針，
就喺同一個入針位勾兩針短針，再喺下兩個針位勾兩針短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二組單元。下一個針位勾兩針短針，下兩個針位勾兩針短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六組單元。勾第六行嘅最後一組單元。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刺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六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七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就喺下兩個針位勾兩針短針，就喺下一個入針位勾兩針短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二組單元，下三個針位勾三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勾兩針短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六組單元，勾第七行嘅最後一組單元。將支勾針都由起刺位呢度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七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八至第16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再喺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再喺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一針對應一針，每一行呢勾30針，總共勾9行。第16行嘅最後兩針勾好，將支勾針都由起刺位呢度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16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17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再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再喺下兩個針位勾兩針短針，再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二組單元，下三個針位勾三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六組單元。而家勾第17行嘅最後一組單元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刺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17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18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再喺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再喺下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二組單元，下兩個針位勾兩針短針，將下兩針並為一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勾六組單元。第三組、第四組、第五組，將最後兩針並為一針。第六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由去起刺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，將勾針上面嘅線拉長少少。我哋就喺呢個位裝入棉花。